家好，歡迎光臨靈異客棧。今期我要分享嘅係關於台灣嘅一個凶宅啦，而且呢個靈異故事係一位地產經紀分享嘅。故事嘅內容係咁嘅，我係一名地產經紀，呢幾年經手嘅屋已經多到數唔清啦，其中有唔少嘅屋係有問題嘅。講明一啲就係所謂嘅凶宅。有人問我點解要賣凶宅呢？唔驚咩？老實講，凶宅賣快，相對一般嘅物業係比較容易處理嘅。曾經處理過一間屋，佢係凌晨4點幾嘅時候，就有一個人從社區8樓跳落去自殺。早上9點幾嘅時候就俾投資者收購，並且完成簽約添。呢種錢太好賺啦，加上屋主對於呢種嘅事情都好無奈，通常只能希望趕快賣出去就算啦，免得惡運會揾上自己。從業咁多年，經手過唔少凶宅啦，有啲就好正常，同一般嘅屋冇咩分別，但係有啲就會發生許多令人匪夷所思嘅事件，甚至仲有啲令我印象深刻嘅添。或許係因為賣凶宅嘅關係，我嘅運勢曾有一段時間比較唔好，於是就諗下呢幾年遇到嘅狀況，點樣話俾大家知呢？亦都唔知點樣寫嚟表達佢嘅狀況。呢間屋呢，問題好大，可能只有拆咗先至可以解決到問題添。話說仲記得3、4年前有一位同行嘅朋友介紹我一間屋啦，位於台中沙鹿龍井一帶，係一間公寓式嘅老舊屋，冇電梯冇頂樓嘅。當時佢同我講嘅時候，呢間屋嘅價錢係非常平嘅，平到令我覺得呢間屋就算冇問題都係有問題啦。同埋就算唔係蛋黃區，屋嘅價錢都唔應該係咁廉價。呢度嘅解釋，蛋黃區應該係指比較偏僻嘅地方啩。我朋友就話啦，呢間屋平一定有原因，屋主講明佢間屋曾經出過事。我心裏邊就諗，果然唔係咁嘅價錢，自己唔收購翻嚟都係假啦。咁我就問佢啦，呢間屋過去曾經發生過咩事呢？佢就簡單回應咗一句：上吊。呢種問題嘅屋雖然都經常見，但係老實講都仲係令人驚嘅。畢竟人死後嘅一口氣要吐出嚟，但係上吊人嘅嗰口氣係被勒住嘅，等於佢死嘅時候嗰口氣係仍然在佢嘅體內。尤其是自殺嘅人，嗰時候嘅心情係好低落、怨恨同埋痛苦，而嗰般怨氣同痛苦就累積響死者嘅體內啦。但係我仍然同我朋友講，我可以去了解一下嘛，因為你所講嘅上吊啫，我想了解一下嘅原因。如果間屋嘅價格唔貴，原則上應該唔會太難處理。我朋友就講好，佢呢邊安排一下，等屋主同我見面，了解詳細嘅情況。畢竟佢都係朋友同佢透露嘅信息，對間屋嘅背景只係知道有房客響裏邊上吊啫。約好屋主後，先正知道原來屋主並唔係住響嗰度嘅，所以約佢響另一邊傾啦。但係當我聽完屋主講嘅整個過程後，先至意識到呢個可能唔係咁簡單房客自殺嘅問題。記得當時我朋友聽完之後，甚至係打了個冷震，佢冇諗過呢間屋係咁離奇。我自己在屋主離開後，轉頭就同我朋友講啦，呢間屋就太邪啦啩。我朋友就只係一臉傻更更嘅睇住我。雖然我仲係承接咗呢個物業嘅買賣，但係關於呢個社區住戶許多嘅信息，卻唔敢再深入接觸。響外邊深呼吸咗一下，回想屋主講嘅內容，以下就係我同屋主傾嘅回憶內容啦。首先開口嘅係屋主，抱歉讓你哋走一趟呢度啦。我間屋嘅問題已經有事先同你朋友講咗，主要就係曾有房客在裏邊上吊往生，在事件發生後有請一啲法師超度誦經，
所以之後仍然出租俾其他租客。當然我後尾嘅租金係降到比外邊平好多。最後一個租客，我甚至租佢一個月1000蚊台幣。屋主就咁講，1000蚊，我心裏邊就咁諗啦。咁大嘅公寓，就算係隨便租個5000蚊都有人要租啦。畢竟呢個唔係套房，係3房2廳嘅公寓嚟。我諗咗一下，你出租嘅金額咁平，係咪曾經發生咗奇特嘅事情啊？先正決定租金壓到咁低。屋主就嘆開一口氣講：我應該咁樣講吧，我會租到咁低，唔只係因為屋發生過嘅事故，而且後邊一連串嘅事件，所以後邊嘅租金先至會咁平。嗰位經紀就話啦，可以嘅話，可唔可以直接話俾我聽，到底係咩一回事？屋主就話係咁嘅，呢間屋自從租客上吊往生後，我就請人誦經超度，就喺度諗冇事啦，可以再租俾其他人啦。如果租客住去一段時間冇問題嘅話，咁應該都冇大影響啦。所以嗰時候就壓低開租金，租俾一個租客啦。當時一開始嘅時候就有同呢位租客講呢個問題，但係或者係租金唔貴嘅原因啦，佢自己都冇做虧心事，佢就決定租下啦。前幾個月都好正常，好似到了第6個月吧，我就突然之間冇收到租金。原本以為可能只係遲啲俾，就冇在意，就只係手機傳信息通用一下。但係過咗1個星期，租客一樣冇回款，信息都冇回，打去手機又冇人聽，只好到現場去睇啦。當客到門口就撳咗門鈴啦，冇回應，再打電話，咦，屋內傳嚟手機嘅鈴聲，但係就冇人接。接住我就敲咗好耐嘅門同撳門鈴，都冇人回應。冇辦法之餘，就攞後備鎖匙啦，就去管處揾警察一齊上嚟開門啦。一打開門就聞到客廳傳來一股好臭嘅味道。再行前啲睇，嗰個房客就上吊死響客廳嘅梁旁邊，屍體散發濃濃嘅屍臭味。警方講係上吊，而現場留有遺書。屋主就淡淡地講，我心裏邊，哇塞，真係倒霉。接住屋主就話一個更邪嘅事，重點來了，去死嘅位置同第一個房客上吊嘅地方係一模一樣。第一位房客亦都係吊死嘅。我聽咗一下之後就開口問，係咪因為你揾師傅平，辦事不力，冇超度完成，還是係師傅功力唔夠呢？屋主就話啦，我本來都以為係咁，再諗下點樣辦法去處理，但係後尾又嚟啦，我心裏邊就諗，係咪應該係揾替死鬼嘅概念呢？而且屋主講嘅師傅應冇辦好嘅法事又好，點都好啦，因為而家唔係揾師傅就可以處理到嘅。後嚟屋主就話佢都唔處理啦，就隨便租吧，平平地租。之後佢都唔知點樣，慢慢減到直接到最後一位租客1000蚊一個月租金。你知道嗎？我租俾第3個、第4個，直至到第6個，一共6個租客。呢6個租客我根本唔知道佢係咩嘢原因，佢哋最後都上吊死咗。上吊嘅位置仲全部一模一樣，同一個地方。連管處甚至一度懷疑係屋主殺咗租客，用上吊嘅方式嚟掩蓋自己嘅罪行，因為佢有後備鎖匙。屋主就話啦，你知道嗎？我仲租俾開別人在你屋企上吊，唔係1個2個，係6個，係連續6個租客。你知道個感受嗎？屋主就用一副想哭又好無奈嘅表情，話俾佢知佢當下嘅情緒。屋主嘅心情平復落嚟咗之後，接住就話啦，而且仲唔止呢啲問題添。佢哋嘅公寓係1層2戶嘅，對面仲有鄰居。呢間屋自從第6個租客出事之後，屋主再冇租俾任何人，空屋到而家大概係2年幾啦。某一日，屋主就要去嗰邊收信，剛好就遇到對面鄰居，就咁樣傾咗一陣閒偈啦。嗰時候佢就問我，屋主先生，你嗰個屋又租咗出去啦？
呢個租客正常嗎？唔係又好似發生之前嘅事就唔好啦。嗰時候嘅屋主就心裏邊諗，黑屋有人住咩？冇可能噶。於是就問鄰居啦，係幾時嘅事啊？鄰居就話係就上個禮拜啫嘛，佢出門嘅時候剛好睇到對面嘅門係打開嘅，仲有個好似學生咁樣企響陽台添，而且晚上都有聽到嘅人講話，以及電視機打開嘅聲音。屋主心裏邊就諗，唔係啩？有人跑入我個屋企住免費嘅？因為佢嘅鎖係冇換嘅，有可能係之前嘅房客朋友偷偷打咗個後備鎖匙咩？佢就同鄰居講啦，冇可能嘅，因為我已經2年幾冇租俾任何人啦。鄰居一開始都覺得好驚訝，點會有咁嘅可能啊？因為對方仲有同佢點點頭打招呼喎。呢個時候屋主就認真諗啦，唔會真係有人入侵免費嘅住吧？畢竟呢個鎖真係冇換過。屋主就話啦，剛好當時嘅鄰居話要翻屋企，咁佢哋就一齊入屋確認一下。結果門一打開，邊度有人啊？而且地板上2年累積嘅灰塵厚到成寸厚添，從入門開始到陽台都係厚厚嘅灰塵。屋主就講啦，佢自己就同鄰居入屋後往裏邊睇，空無一人，屋內地板厚厚嘅灰塵就只有佢哋2個嘅腳印。呢個時候屋主就自己意識到咗奇怪嘅狀況啦，自己就打晒冷震，背後一亮，呢間屋近期根本冇可能有人住過。咁樣鄰居睇到咁，再加上個屋確實係發生過事，屋主都有啲驚驚，唔敢再行入去睇啦。佢就同鄰居互相睇咗一眼，不如我哋出去咯，就咁樣行咗出嚟。屋主就話當時記得好清楚，嗰間屋真係冇別人，因為地板上連腳印都冇，只有厚厚嘅灰塵。而且如果有人嘅話，踩入去一定有腳印噶嘛，冇腳印都有痕跡啩，點會完全冇呢？只有屋主同佢嘅嗰個鄰居嘅腳印。後尾冇幾耐，對面嘅鄰居都打電話嚟同屋主講，佢要搬啦，得閒聯絡吧。問佢咩事啦？佢一開始係吱吱咕咕咁，後來先正講，有一晚佢就翻屋企，佢睇到佢嗰戶大門嘅門忽然之間打開咗，佢原本以為有人，結果冇，最後門又突然好快咁樣閂翻，佢就嚇咗一跳。冇幾耐佢就打算搬啦，搬走之後就打電話嚟通知一聲，提及依間屋佢都唔想要啦，平平地買就算吧，完全都唔想再諗呢啲恐怖嘅事情。聽完屋主講完佢呢番說話之後，我就喺度諗啦，死咗6個咧。不過因為佢嘅價錢低得非常誇張，於是我都仲係回應佢講，我試試睇吧，睇下有冇客戶要。再承接呢單屋之後，我就有同我朋友講，我死都唔會上去。我朋友就話好驚訝嘅講，佢都唔會上去，佢怕揾睇死鬼。但係現場都仲係要去睇一下，至少知道個位置喺邊度。再加上屋主委託我哋賣嘅時間都有一段日子咗。我嗰時候問開一下公寓嘅其他住戶，剩低嘅住戶就話嗰間樓下嘅人都搬走嘛，聽講啦。佢講樓上嘅有時候會有人好大力咁樣踩地板同拖凳嘅聲，仲有掉嘢嘅聲啦。佢哋好幾次去撳門鐘，裏邊嘅人都靜靜咁冇出聲冇理會。從樓下往上邊睇冇人，根本唔知點樣處理。後來聽講嗰間屋嘅事情後，樓下嘅都搬走埋。不過主要關鍵聽講好似係一戶住戶有一晚在樓下燒煙嘅時候就往上睇啦，睇到嗰戶有2個人響陽台嗰邊往下睇，佢就伸手同佢打聲招呼啦，然後繼續燒煙啦。後嚟諗下，咦，嗰戶住戶唔係空嘅咩？再抬頭一睇，人影已經消失咗。踩地板拖凳有啲似係上吊嘅過程，拖凳啦企上去，凳跌落嚟掙扎亂踢，然後停止。聽講呢啲事之後，我開始覺得依間屋真係要睇嗰個投資客戶
嘅命夠唔夠硬啦。同投資客介紹依間屋嘅時候，價格都絕對係吸引人。但係我就同佢講，依間屋死咗6個人，佢哋都問點往生㗎？火燭啊，定係煤氣泄漏先至會一次過死咁多人？我就話係上吊嘅。投資客就一面驚訝咁講，6個人一齊上吊？唔係啩？我就話唔係，佢哋係6個唔同嘅租客，同一個地方唔同嘅時間上吊自殺嘅，而且連續6位租客。哇塞！好多投資客聽到咁邪都搖搖頭，就話屋主唔處理嗎？我就話屋主唔係唔處理，係處理唔嚟。後來呢單案揾咗好多投資客，都冇人願意賣，或者係聽開呢個故事都退縮啩。而且佢哋都講了同一句說話：依間屋好邪喎，根本就係魂替死鬼。直接到一日，有一位投資者就好有種咁想買下啦，而屋主都話好，但係就在簽約嗰日，屋主就同投資客講：對唔住，唔可以賣俾佢。投資客就開始覺得以為係價錢唔啱啦，仲可以再傾嘅。但係屋主就話唔係真嘅，對唔住，唔係唔賣，係我唔想佢成為第7個。至今嗰間屋仍然係空嘅，未來只會更多嘅灰塵積向間屋。至於裏邊嘅租客，或者係永遠就留響嗰度啩。有人想買平嘅屋嗎？平平嘅凶宅。以上就係關於呢間凶宅嘅靈異故事同傳聞啦。大家又覺得係點呢？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但係信不信就由你啦。今日就分享到呢度，我哋下一期再見啦，拜拜。